在西汉后期，那位曾经送王昭君出塞的汉元帝刘氏，他的额发过于茂盛，在当时，这是一个人愚笨的象征。为了不至于让臣子们觉得自己的智商要充值，汉元帝自愿戴起了原本只有农民和军士才会佩戴的笮，并故意加高了主体部分的掩体，使其更加直竖硬挺。虽然这种掩体看起来有点像加高版的孙悟空的头箍，但只要我们用心体会，还是能感受到来自天子的自信和威仪。由于王莽给出的用户体验过于良好，到了东汉，戒笮越发流行，成为了东汉以后发际线男孩们的最大福音。在世界历史上，为了解决秃顶的问题，从埃及到罗马，从巴比伦到中国，古今中外的奇人异士贡献了无数药方，而中国最早的典籍记载则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国时期。和西汉帝王的篡权者王莽一样，东汉王朝的终结者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也面临着秃顶的困扰。根据古代医书《外台秘要》的记载，曹丕采取的措施正是请太医为自己调制一味药方。